第17章，摕着7碗的7位天使中，有一位进前来对我讲：你到这来，我将坐伫正水顶面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互你看。地上的君王甲伊行淫，踮伫地顶的人啉醉伊淫乱的酒。我互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妇人人徛伫朱红色的兽顶，迄个兽有7个头10个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迄个妇人人穿着紫色甲朱红色的衫，用金、宝石、珍珠做装饰，手提金杯，杯中堆满可恶的蜜，就是伊淫乱的污秽。伫伊头下顶有名写着讲：恶必在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，甲一切可恶的蜜的老母。我阁看见迄个妇人人啉信徒的血，甲为着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。我看见伊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对我讲：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个妇人人甲在伊的迄7个头10个角的兽的奥秘，甲你讲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现今无，得要对无底坑的内面上来，阁要归伫沉沦。凡若踮伫地上，名字对创世以来无记伫活命册顶的，看见先前有，现今无，以后阁无的兽，就的确稀奇。智慧的心就伫遮通思想，迄7个头就是妇人人所坐的7座山，各是7位王，5位已经车倒了，1位还伫地，1位还未来到。伊来的时阵，的确着暂时存留。迄个先前有，现今无的兽，就是第8位，伊也甲迄7位同列，并且归伫沉沦。你所看见迄个10角，就是10个王，因也未得到国，总是因一时的中间，要甲兽同得到权柄，甲王一样。因的确同心合意，将家己的能力、权柄，互迄个兽。因甲羔羊争战，羔羊的确赢过伊，因为羔羊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甲羔羊的，就是蒙召、受选、有忠心的，也的确得胜。天使阁对我讲：你所看见迄个淫妇坐的正水，就是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。你所看见迄个10角甲兽，的确分这个淫妇，互伊冷落汤目体，阁要食伊的肉，用火将伊烧尽。因为上帝互诸王同心合意，遵行伊的旨意，将家己的国互迄个兽，直直等到上帝的话拢应验了。你所看见的迄个妇人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